位乡亲，大家好，我是廖弟，今仔日搁要来甲大家讲笑话。如果若准备好，咱就开始。头家，我是要来应征的，一开始薪水会较低，毋知你会去嫌无？一开始做了会较差，你毋通去嫌了。爸，为虾米阮同学因厝拢开跑车、住别庄，咱拢住这破厝仔尔？戆囝！爸甲你讲，咱莫跟人比较，咱做人尽心尽力，欢欢喜喜过就好啊。爸，我已经尽量啊啦。哈？你阿母啊，我想要甲你友好一下，要请你出去食饭。毋过咧，我最近手头足暗呢。恁祖嘛，这世人拄着两个骗子啦，你骗财，恁爸骗色。影片到这结束，恁若喜欢这出影片，请分享出去，顺锁定来看。廖弟 Camper 每礼拜六暗时6点准时发布影片，刷。